馬太福音23章，耶穌對眾人老教學生講：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坐在解釋摩西法律嘅會議當中，所以你哋愛聽從並遵行佢哋嘅教訓，總係唔好學佢哋嘅所做，因為佢哋會講唔會行，佢哋將難解嘅重擔捆起來，並在別人嘅肩頭上，總係自家連存一句數字天數也唔肯。佢哋所做一切嘅事情，攏總係做本別人看嘅。佢哋將戴在額頭老樹項嘅金文台做卡太頭，也將三翠葉做卡長頭。佢哋親愛做現實中嘅太尉，老非常多嘅鐵壁座位。佢哋親愛別人在公共場所對佢哋致敬請安，喊佢哋先生。其實佢哋冇應該本人稱作先生，因為佢哋只有一位先生，佢哋全部係兄弟姊妹。佢哋唔好稱世間嘅人做阿爸，因為佢哋只有一位阿爸，就是在天堂嘅阿爸。你哋也冇應該本人稱作師父，因為你哋只有一位師父，就是基督。你哋中間乜人係最偉大嘅，就愛做你哋嘅僕人。上帝愛將四個嘅人講作卑微，也愛高升甘心謙卑嘅人。你哋呢班假好嘅經學教師，老法利賽人慘咧！你哋當人嘅面將天國嘅門關起來，自家唔入去，也唔本想愛入嘅人入去。你哋呢班假好嘅經學教師，老法利賽人慘咧！你哋行遍天涯海角，牽一個人入教，等到佢入教以後，你哋殺死佢，變做比你哋加批壞，比你哋更加當屬天獄嘅刑罰。你哋都長命嘅帶路人慘咧！你哋講，你那係只等升天法師，也冇乜嘅要緊，總係只等升天度嘅健美法師嘅，佢就愛遵守。你哋都長命嘅昂嘅啊，家門健美卡重要，也係使健美上做生活嘅升天卡重要啊！你哋又講，你那係只等祭壇法師。也冇乜嘅要緊，總係只等祭壇當嘅祭物法師嘅，佢就愛遵守。你哋都長命嘅啊，到底係祭物較重要，也係使祭物上做聖嘅祭壇較重要啊？總講，人只等祭壇法師，就係只等祭壇老祭壇當所有嘅祭物法師，只等升天法師。就係只等升天老黑在地位嘅上帝法師，只等天法師，就係只等上帝嘅寶座老坐在當國嘅上帝法師。你哋呢班假好嘅經學教師老法利賽人慘咧！你哋連薄荷、八角、茴香也都香料也獻1/10本上帝，仲係法律中較重要嘅，像公義、慈悲、信實，你都反轉忽略。其實，呢度正係你都應當親力去行嘅，其他嘅也做唔得忽略。你呢度長命嘅帶路人啊，你都對飲料中將門術嚟理出來，仲係駱駝你都反轉吞落去。你哋呢班假好嘅經學教師，老法利賽人慘咧！你哋將比喻老叛逆嘅外背寫到槍槍，地背反轉裝滿貪心老瘋狂。長命嘅法利賽人啊，比喻嘅地背先寫本嘅槍，按樣外背就會槍利。你哋呢班假好嘅經學教師，老法利賽人慘咧！你哋像焚柏嘅墳墓，外背清淨，
总是地杯是新人骨头，老各种欧洲东西，同样，你的表面看起来十分公正，总是内心装满虚假老邪恶。你的两班教学的建学教师老法利赛人参来，你的重建先帝的坟墓，整理异人的比萨，又讲，我哋那些上菜祖先的时代，绝对唔会像佢哋安样杀害先帝，安样。你哋已經承認自家就是基督殺害先帝嘅人嘅子孫，又猜你哋繼續去做，去補滿你哋祖先積惡嘅婚約。你哋就屠殺嘅子孫啊！你哋愛樣板三開天獄嘅刑罰啊！看啊，因為安樣，我會派先帝智慧人老教師來你哋兩位。當中有的為本你哋慈禧也是當十字架，有的為猜你哋嘅非常本你哋鞭打，對臉上不到不生氣。安樣世間所有殺害無辜嘅血債，就是對殺害無辜嘅亞伯到撒迦利亞為止一切嘅血債，隆重會臨到你哋嘅身上。撒迦利亞就是巴拉加嘅拉爺，本你哋慈禧在升天老祭壇中間嘅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兩條事情隆重會臨在兩對人嘅身上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殺害先帝，要用石頭揼死上帝所差派來你兩位嘅使者。我用辦多擺愛保護你嘅子女，像野馬棲息鴿子在一腳下一樣，總係你都冇愛。看啊，你哋嘅假言會變作荒涼嘅素材。我老你哋講，從今以後，你哋會看我唔到，直到你哋講，願上帝祝福本嘅奉主名來嘅。